天天的事没捡到诶。暗子噻。哇，蜂巢嘅茶水很好食哦。好好噶爱。拜托师姑，唔都说的天桥边诶，留得一杯后背高路的颜色好冇？师姑行太脚底位啦。做唔得啦，都是在抗议呢。好啦，人都头前聊一下，吃点心啦。很惨哦，我上去跳上顶去咯！好，大家赶快过来哟！下来归班主编没聊一下啦。讲緊咩錯？做的什么？做得嘛？哦，吃点心了。很讚喎。都唔掉咧。我去减少来摘茶。我負責開水。嘅細姑唔負責摘芽菜，做芽菜糖。嘿，錯啦！我負責種人嘅點心，就唔會半叫人咩投訴。好啦，師姑，唔聽咗我裝好哦。冇問題，唔是時候教本我。太好吃了！因為天時很好哦。曹家，一種天使來食點心輕度好誒。細姑唔用全部食嗆嗆咧。我老農農都喊盲聲呢。拍攝了，因為跳好吃了哦，冇注意出是強強呢。唉，算呢，還沒好出發呢。你條下腳條誒，超多腐用唇咧。你喊人咧，很妒忌哦。唉，我呢咧。我喊人啊！拍攝了，都係因為愛。有咧。唔按用就臭咧。拜託，下擺冇嗰陣用咧。對。嗨你好，大家好，嗨你好，嗨你好。日哋好乜嘢？我係細姑，你係我朋友好好老農農。哦，佢兩三樣嘅呢？哦，佢條肚臍含樣嘅啦。我都寶寶，我爸爸係村長，我屋企要當到好食嘅東西喲。日度家家聽我來啦。這個咯，很咁巧哦。你太好啦！唉，總算食飽咧。有你咧，村長，寶寶按姿勢。是好啲啦，伊日就識家條誒。死嚟落超一服，死嚟落超一服，上網上還要當到哦。細姑食卡慢掉誒。那個都是，細姑，你有沒呢？那都是。
是唔爽快啊！莎莎，伊很明显咯。好，师姑用用的我嘛。都是都唔爽快。嘿嘿嘿，也实在是一个好机会啊！嘿嘿。也很用的呢。是嘞，是嘞。哎妈，你老东西水枪枪嘞！爸爸，嘿嘿，好那个厉害。是嘞，是嘞。爸爸，用用的嘛。爸爸怎么改变做暗涌呢？枪口人量啥唔拉啦，我晒估计。也下用个噻。是嘞。我爱嘞，我爱啦，爱妹，我爱啦，爱妹。医生，冇事情，搞崩啊！佢將佢石頭到石頭夾，一下冇事情呢。师姑，你还有演戏的喂？我都写唔听书哦。等一下，师姑，唔去用一个神力。师姑，你来对付魔术。唔过呀，我做唔得，我做唔得。好捱嘅。我唔敢看呢。师姑，加油啊！嘿嘿，迄师姑根本唔免挨个对数啊！我爱嘢啦，我走啦。师姑，用布给看。你什么给我？不给看。还真厉害耶！夾拿來，放埋來。你要佢點啊？惨咧！大妹，师姑，加油啊！师姑加油！食啥好？
感謝人家條，救援人家條嘅村莊，行下感謝人不給前太師曬鼓。細姑，你睇醫藥。冇乜計啦。哎，細姑，莫使按腳啊！記得咯，我留低一本批年好冇啊？老細姑講乜嘅啊？做乜嘅細姑會一下變按勇敢咯？我老細姑講，係講大洋冇出，村民就會搶佢食台灣公仙草餅。原來按你哦。